消息先带大家关心，检察了一个168五路城六合彩签缴网站的负责人，话讲因利用无共的权限来管理，就缴卡来博缴，甲网站设伫咧外国，要来闪检察调查。有的人是利用赖和人面册招一寡缴卡来加入会员，提供号头也有号码，伫咧网络就会当落肚。检察接到情报了后，来到分认掠人。 警方装备齐全，准备好直接破门，叫内底人拢总莫叮当。内底有真侪台电脑，阁有手机啊。主嫌透过赖甲面册来伫招即个狡徒加入会员，阁再提供小号号码，互因伫咧网络顶来伫签博缴的金额管价2亿。另外，即个签赌的网络有一个真响亮的名号，叫做老佛爷。 这个签赌的网络管理是真俗，管理的人分做大股东、总代理甲代理，透过无共的权限管理甲吸引博缴的人，搁将网络设伫咧国外，就是要来闪骗这个追查。警方动员130名警察伫咧全台湾7个县市公布来查21个点，查到嫌犯31个人，签博的记录超过新台票41亿。查获的包含总代理以及代理就是一般我们讲的这个小组头跟大组头左头头。 那他提供的所有的这些赌客都是由台湾的人在赌博。警方阁伫咧机房的拖内底找到关观察做善事的收据，嘛真感叹讲，这个嫌犯一边咧做博缴台，一边阁咧做善事，安尼敢真正会当安心？记者综合报道。